年，中共的另一桩恶行也被曝光了。一名曾经参与酷刑折磨新疆维吾尔人的前中共公安警察姜某，出现在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画面上。在3个小时的采访当中，这名警察讲述了在中共的指令之下，警察对维族人实施的各种酷刑。据 CNN 报道，姜某目前呢正在欧洲流亡。接受采访之前，他向 CNN 出示了在中国大陆当警察时候的服装、警察证件、照片以及相关的视频等等相关资料，以证明他自己的身份和他所说的内容是真实的。但是呢，姜某他的家人还在国内，所以只能是匿名接受采访。据姜某介绍，中共在2014年启动了严厉打击分离主义行动，对新疆维族人，只要是蒙面罩袍、蓄胡须和生太多小孩的，都可能遭到当局的关押。2015年，中共内部有一份援助新疆的文件，要从全国各省招募15万警务助理到新疆去参加反恐斗争。姜某被上司指明援助新疆，声称呢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想要分裂祖国，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干掉。当时已经从警了10几年的姜某，正渴望着有机会能够得到提升，看到工资不仅能翻1倍，还有其他的福利待遇，所以姜某呢就欣然同意了。到了新疆，姜某发现每个警察都有一份捉拿名单，中共要求拘留维吾尔人要达到一定的比例。他本人曾经被派到新疆不同的地区3、4次，配合当地对维族人的镇压。姜某说，这都是有计划的，而且有一个系统，每个人都需要击中一个目标。如果有人拒捕，警察就用枪顶住他的头，说不要动，如果你一动，你就会被击毙。就这样，警察不停的是抓捕维族民众，有几百抓几百。他说，我们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全部强行带走。如果这个地区一个县有几百人，那么你就必须逮捕这几百人。警察抓人的方法当然有很多，他们组队搜查居民的住宅，从电脑和手机上下载数据，还有的呢，假借村民委员会的名义，召集村民们和村长一起来开会，然后把这些被骗来的人全部拘留。每一个被拘留的人，不分男女，还有包括未成年的儿童，都会遭到毒打。姜某表示，警察会根据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打人方法，有的人使用警棍，有些人使用带锁的铁链。姜某讲述，警察会踩着嫌疑人的脸让他认罪，或者踢他们、打他们，直到他们伤痕累累，跪到地板上哭泣，一直到被拘留的人认罪，酷刑才会停止，然后转送到监狱或拘留营。但是姜某指出，这些被指控犯了恐怖罪的人们，他们都是普通人，至少在他参与抓捕的那几百名囚犯当中，没有人犯过罪，但是他们却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。他说，这些被关押的人经常连续几天不让睡觉，期间不给食物、不给水，还有的警察把人铐在铁的或木质的老虎凳上，也有把人吊在天花板上，对他们使用性暴力、电击或者水刑。对早前外界指控的性酷刑，姜某证实，如果你想让人招供，就用有2个尖端的电棒，在尖端绑上电线，将电线夹在被拘留者的生殖器上。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措施，看守人员命令囚犯强奸和虐待新来的男囚犯。48岁的新疆维吾尔学者阿尤普作为旁证呢，他也出现在了 CNN 的采访当中。阿尤普为了教幼儿母语，曾经开设了一个幼儿园，但是也因为这个幼儿园，他遭到了当局的逮捕。2013年8月19号，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幼儿园，然后抓捕了阿尤普。在喀什拘留所的第1个晚上，在3、4个狱警的指挥下，
他遭到了10几个囚犯的轮奸，而那些狱警完全目睹了那次袭击。在强暴当中，阿尤普昏倒在地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身上都是自己的呕吐物和尿液。他说：“我看到苍蝇在我身边飞来飞去，但我发现苍蝇比我好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折磨他们，也没有人可以强奸他们。”蒋某介绍，中共官员把新疆当作了一个战区，并且将警察们灌输维吾尔人是国家的敌人。所以呢，在蒋某的印象当中，在新疆的那段时间就像是战斗时期。很多警察把这事看作了一份工作，有些人呢是心理变态者，所以在审讯的过程当中经常使用严重暴力。蒋某承认自己在参与审讯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不得不扮演坏警察，因为1年内有9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拘留，如果蒋某抵制的话，可能也会被抓捕。但是呢，蒋某表示，虽然不得不扮演坏警察，但是他避免使用最严重的暴力。尽管如此，蒋某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些被抓的、被打的、曾经酷刑的人，不能跟他们去面对面。他说自己会害怕，会立刻离开。那一段新疆的经历给蒋某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虽然目前是旅居在欧洲，但是呢，他却因为新疆的经历出现了失眠。那些受刑者遭受痛苦的画面经常在他的脑海中回荡，让他接近崩溃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关注一下大陆的煤电情况。中国大陆最大